好多人嚟到安徽登黃山，都會順道遊覽一下周邊嘅景區，當中包括屯溪老街、齊雲山、宏川、花山迷窟、木坑竹海等等等等，都喺名單之上。今次我就想講一講喺宏川旁邊有一個被忽略咗嘅秘境，就係雷江山古樹群。喺雷江山一個山丘之上，保留咗一群百年老樹，佢哋平均嘅年齡超過300歲。喺晨早時分登上呢個山丘，朝陽喺樹木之間滲入，造成咗好多可以拍出靚人靚景嘅景點。今朝我就帶你去行一次。雷江山就係坐落喺宏川景區嘅北邊，並唔難揾。喺景區裏邊都有路牌指引。大清早，我哋喺宏川景區裏邊嘅店鋪食咗一個熱騰騰嘅早餐，就跟住指示牌向雷江山進發。行咗唔夠10分鐘，已經上到嚟呢個小山丘，見到參天嘅古樹。部分嘅樹木掛上咗標記，介紹呢一棵樹嘅品種同埋樹齡。亦都有告示牌指出，呢一片係醫院重點保護嘅古樹群。偶爾見到有工人收拾枯木，打理呢一片樹林。我哋喺呢一片樹林逗留咗大概1個鐘頭，左穿右插，影咗好多相，跟住就沿路返落去。
之後我哋揾咗間好雅致嘅咖啡店坐低，圍爐閒聊，跟住再去遊走宏村嘅大街小巷，圓滿今日嘅行程。